大放電。一家大細飲茶呢個節目梗係唔少得啦。除咗飲茶之外，呢度仲有個神秘房間。飲完茶食飽晒，梗係需要去放下電啦。呢度除咗有卡丁車玩之外，仲有唔同嘅遊戲，包括射擊，同埋最緊要嘅就真係賽車啦。哇，浩坤呢個彎轉得唔錯咁喎，平均780蚊就已經玩到8至10個圈。作為一個車手嘅爸爸，佢都好想玩。好動嘅地方又玩完啦，咁行到出去仲可以揾阿姐姐畫下畫添。李 Sir 我就梗係喺度揾下秘撈啦，都畫得唔差嘅。應該咩嚟啊？咩角色啊？畫得最出色、表情最豐富，肯定係嘉熙。Nice。喺出邊畫完畫，行過隔離就係獅門娛樂天地。呢度除咗有唔同嘅歷奇遊戲之外，樓上樓下仲有好多唔同遊戲可以喺度玩。除咗細路有得玩，大人都有得玩啦。探常冇師就呢，玩公園邊度夠我玩。呢度總共有2層，2樓呢就俾啲小朋友玩下，3樓就到個大哥哥啦。因為3樓有身高嘅限制，歷奇就玩完過返隔離玩返唱 game，整返句 slogan 先。場地就未至於好大，但好多唔同嘅設置關卡，透過唔同位置進行射擊。今次仲唔攞正牌射學生射家長？雖然我哋玩嘅都係用緊一啲啫喱彈，但係都唔多唔少係會有啲痛楚嘅。玩完嘅時候，梗係去返食晚餐啦。今次嚟到呢度食農莊晚餐，除咗有古法燒豬之外，仲有好多唔同嘅農家菜。食飽飯，最後節目就唱 K 啦。主要今次搞唱 K 嘅原因呢，就係為咗同啲學生哥去慶祝生日嘅。佢哋又犀利啦，除咗中文、英文都識，連韓文都 OK 嘅。好啦，切埋個蛋糕，為呢個活動畫上個句號。生日快樂啦！有意知道去邊度玩嘅地址，喺留言話返俾我聽，等我回覆你啦。